好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金蕉，最近又搁排市咯。这个次级品的产地价，每公斤存2块到3块，较好的上级品嘛才8块到10块。为了要来稳定价销，农委会嘛来启动着收购的机制。啊，实地来到以金蕉软梗甲金蕉鸡卵糕出名的高雄基山的老街，这个店头家讲。 疫情加上农历的7月，这个金蕉的销量比过去减至少一半，真热爱。来到旗山老街，必吃着口感绵密、香气浓厚的香蕉蛋卷。可以看到商家目前都是现做现卖，但其实在以前整个店面都会堆好已经做好的香蕉蛋卷。游客数就差很多了，应该2、3成是跑不掉的啦。 因为疫情影响，基层老街游客潮较济，这金蕉加工产品需求量无增加，因为金蕉一日春，必须讲价销有够歹。像中元节这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说法，香蕉是不是有忌讳啦？在这个时间，假如没有遇到台风，那其实产量就会有这个明显的增加。 农业局表示讲，因为气候稳定、热天的水果丰收，消费者的选择就较济，金蕉就较无人买买。基层农会表示讲，那次级品产地价销目前是每公斤2块到3块，较好的是8块到10块。为稳定价销，农委会卖出手。如果说我们没有进行这个所谓的有系统的收购这些格外规格的香蕉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扰乱到我们市场上上蕉跟中蕉的这些价格。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去外销集会场去看外销日本的情形，表示讲会加强电商平台伫网络的行销，更加积极推动金蕉的出口，来稳定农民的收入。